关于疫情同问题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，关于近期无确诊人数维持伫443人，提供下一步的莫这个新增加本土病例。6月初起会供用关于社区防疫措施，虽然防疫策略未经检讨，不过还能呼吁民众为考试维持社交安全距离，做好经营卫生防护，涵盖配合4点之一条防疫措施。行政院推出振兴3批检措施，他加从的员工上限调价硬币3批检清单面额系200元，提供的早前都唔抵片，最希望消费者做嚟配合100千手消费200元，每希望后段的奖钱为限纳简单抵片。振兴3批检本来规划总得用啲天中用路交付，不过也下谈讲政策改变呢，语文、体育同旅游的买票网站，提供教育部、文化部用认定地名单方。主做的利用3批检，3批检就会实施的先前听运专业的同就近的中法邮政，恐怕又会遇到人力唔大问题。邮政公司近期表示讲，希望邮政公司做得规划出通线同资源人力，希望天作为摆日的摆动久，有惊找唔凑钱，就可能会本人下。交通部筹备公布对出席起司加项管制用用措施，以财政运输方面，包含地下地维持社交距离的情形下。坐高铁、台铁做得唔是带专业咩，还有啲查度未做得食东西。